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萬詞新聞報導，我係新聞報導員黃子朗。我係新聞報導員彭子琳。先講本地新聞，由李寧贊助嘅五行同樂園8月8日已經正式開幕啦。呢個樂園主打全民運動，希望從小培養小朋友對運動嘅興趣。五行同樂園位於香港啟德體育園內，現場設有金木水火土區域，每一區都有唔同嘅運動體驗，俾小朋友邊玩邊學，家長都可以一齊參與㗎。講到健康，大家都要遠離毒品等唔健康嘅嘢啊！最近，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宣布，為咗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太空遊呢個名美化毒品，呃啲年青人吸食，令佢哋忽略毒品嘅害處，政府正式將佢正名為依托米子。依托米子聽起嚟比較嚴肅，咁樣做係可以令大家更清楚風險。跟住睇一單令人失望嘅消息，香港第一個熱氣球節被投訴貨不對辦，主辦方最終要認錯退款。係啊，香港首個國際熱氣球節喺9月4日於中環海濱開幕，主辦單位原定會提供熱氣球升空體驗，但最後因為測試唔合格，攞唔到牌，熱氣球只能擺喺度俾人睇。好多滿心期待嘅市民去到先發現冇得升空，引起大批市民不滿。主辦方最後願意全額退款。東涌東站承建商亦未令人滿意。今年10月，承建商被揭發使用咗未審批嘅物料，港鐵發出不合格通知書。承建商隨後作出跟進，包括抽取樣本測試，有關測試已經完成，並確認合乎要求。財政方面，新鮮出爐嘅施政報告2025提出新生子女免稅額可以多享受1年，連續2年都可以享有26萬免稅額。對於計劃生小朋友嘅家庭嚟講，呢個係一項支援。對啲新手爸媽嚟講，真係一個好消息，慳到稅又減到額，希望會有更多小朋友出世。但另一單消息就俾大家好大壓力啦！超強颱風華加莎9月襲港，令天文台自1964年後第一次1年內發出2次10號颶風信號。好彩大家做好防風措施，最後未有造成重大破壞。睇完本地，我哋睇睇大陸同國際。今年9月時，中國喺天安門廣場舉行咗抗戰勝利80週年閱兵儀式，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代表團出席，呢個係好重要嘅紀念活動，好多抗戰時嘅老戰士同愛國人士都有出席，氣氛莊嚴。國際政壇有變動，日本首相石破茂辭職，由高市早苗接任，成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。最後返嚟本地新聞，第15屆全國運動會已經開始咗啦。第15屆全國運動會喺11月9號至21號舉行，第一次由粵港澳3地合辦，呢個絕對係體育盛事。全運會4年一次，賽事豐富多樣，大家唔好錯過。香港都有運動員參加，大家記得一定要為佢哋打氣啊！新聞報導完畢，再會。